到善良喺其他人眼裏邊一定係軟弱，一定會俾人蝦。所以越係善良嘅人，到最後係會變得無情，因為該做嘅、該忍嘅佢都做晒，但係得唔到回應，反而換嚟嘅係得寸進尺、變本加厲。所以曾經對人盡心盡意嘅，而家當然可以心安理得咁講一句：睬你都傻。你話我變咗？係啊，以前驚人哋失我，而家驚自己受傷。起則留，厭則走。信面俾多咗，自然就會慣出毛病，不如就活得自在啲。我哋一定要明白，能夠笑住睇我哋轉身嘅人，先至配得起睇住我哋回頭。啲人講啲咩嘢，講你好又好，講你壞又好，你都要學習左耳入右耳出，只要做到入耳入心。做人只需要當下自己做好自己嘅嘢，因為呢個世界係需要自己去。